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 Danzin Dandar，欢迎收看丹达独豆的4分钟藏语教室。之前我们学过了身体一些部位和器官的藏语，这一集我们来学五处和五轮的藏语。五处藏语呢叫做内啊，内啊。内这个字如果当动词的话是安住，那当名词可以指安住的点、住的地方、住处、住所。啊呢是五，所以内啊就是五处。五轮藏语叫做阔罗啊，阔罗啊，阔罗是轮，啊呢是五，所以阔罗啊就是五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五处，五处分别是顶尖、喉尖、心尖、脐尖以及密处。我们来看这五处的藏语。顶尖，头顶，藏语呢叫做鸡窝，鸡窝，或者是鸡足，鸡足，鸡窝、鸡足就是指头顶、顶尖的意思。喉处、喉部，藏语呢叫做枕巴，枕巴，枕它可以当脖子、当颈、当喉处，所以这边的枕巴呢就是喉咙的这个部位，喉尖。心尖，藏语叫做宁嘎，宁嘎。宁呢是心的意思，宁嘎就是心尖。那注意这边心尖指的不是我们心脏的位置，而是指在我们的胸部的中央所以呢是在我们胸部的正中央这边。脐尖，藏语呢叫做 de wa， de wa， de wa 它有很多意思，它可以指肚脐、脐尖，也可以指中心点、中央。比如说我们在打靶的时候正中红心，靶的中间那个位置呢就叫做 de wa。 另外呢，一件事情、一样东西它的最主要、最重要的部分也可以叫做 de wa。 那五处当中的 de wa 呢，指的是脐尖、肚脐的那个地方。de wa， de wa。 密处，藏语呢叫做桑内，桑内。桑是秘密的意思，内刚才讲过了是住处、住所，所以桑内就是密处。那位于顶尖、头顶的轮呢是大乐轮，大乐轮在藏语叫做得千吉阔洛，得千吉阔洛。得千是大乐，得是乐，千是大，吉呢是的，阔洛是轮，所以得千吉阔洛就是大乐轮。鸡窝得千吉阔洛。这边补充一下，鸡窝、鸡柱这个头顶呢，并不一定要是在头的外面。当我们说手放在头顶，或者是观想上师坐在头顶，或者是说我们把经书放在头顶顶里，这个时候的头顶顶尖呢，指的当然就是指头壳的外部。那大乐轮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颅内，在天灵盖骨里面，所以呢，鸡窝它可以指的是头壳外部，头的顶端，它也可以指颅内，在头的里面，但是是在头的最高处顶端的地方。所以鸡窝呢，广义的来讲，就是指头的顶部，它并没有局限限定在颅内或者是头的外侧，要看当时的内容和状况而定。位于喉间的轮呢，叫做受用轮，藏语呢是龙觉吉阔洛，龙觉吉阔洛。龙觉是受用资具的意思，吉呢是的，阔洛是轮，所以龙觉吉阔洛就是受用轮，龙觉吉阔洛。整吧，龙觉吉阔洛。位于心间的轮呢，叫做法轮，确吉阔洛，确吉阔洛。确是法，吉呢是的，阔洛是轮，所以确吉阔洛就是法轮。宁嘎确吉阔洛。那位于其间的轮呢，藏语呢叫做知比阔洛，知比
阔落。知巴这个词如果当名词使用，是指所划线、所幻化出来的人物或者是东西，所以当名词使用的时候，它要念知巴，知巴。佛的化身藏语呢就叫做知故，知故。那现在呢，我们会尊称转世人物些叫做知故，所以呢，中文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足骨这个词，足骨它就是来自藏文的知故的音译。这个词如果当成动词使用的话呢，要念成知吧，知吧，知或者是知吧，就是指去做划线这个动作，化身成什么，化作为什么的这个动作。所以动词要念知，知吧，知吧。当名词的时候呢，要念知吧，知吧。你呢是的阔落是轮，所以知彼阔落就是化身轮，知彼阔落。대화知彼阔落。那位于密处的轮呢，藏语叫做대경기阔落，대경기阔落。대是乐，경是保护、守护的意思，기呢是的，阔落是轮，所以대경기阔落就是护乐轮。대경기阔落，상내 대경기阔落。好，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日语是不是就问的日本人嘛？那搞啊，懂吗？懂不懂不？日本人应该来嘛那唱啊，谁都懂吧？应该人台湾来嘛那唱谁不懂吧？台湾的上年级自然来嘛那自己这边搞完给懂不喜欢，他们就懂不？外省我都想说什么去？야야 룩도기 아니 상내네 그 도디 만났네 아니 상내 대중 콜로 아니 대화 주베 콜로 니가 쳐지 콜로 저버 롱지 콜로 저 대신지 콜로 보도야 야래야 도네 好，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内啊，内啊，阔落啊，阔落啊，鸡窝。鸡窝，鸡足，鸡足，真巴，真巴，宁嘎，宁嘎，대화，대화，상내，상내，대챙기阔落，대챙기阔落，롱죄기阔落，롱죄기阔落。최기 콜로 최기 콜로 주비 콜로 주비 콜로 대경기 콜로 대경기 콜로 지워 대챙기 콜로 지워 대챙기 콜로 전바 롱죄기 콜로 전바 롱죄기 콜로 닌가 최기 콜로 닌가 최기 콜로 대화 주비 콜로 대화 주비 콜로 상내 대경기 콜로 상내 대경기 콜로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4分钟藏语教室，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